我哋咧就會有粵語堂嘅祈禱會嘅。咁咧請弟兄姊妹咧完咗崇拜之後咧喺2樓，咁咧我哋會大家一齊咧為到教會嘅聖工去代禱。咁咧亦都係請弟兄姊妹咧都邀請你其他弟兄姊妹留低喺度一齊為教會禱告。咁樣咧有一個嘅神學聖經神學講座，咁樣咧講員咧係謝霆博士嘅。咁佢係咧美國福勒神學院嘅舊約教授，同埋咧中華研究中心副主任。咁咧佢會有一個講座咧係講以斯帖記同埋雅歌嘅，係講一個缺席的神。咁樣咧時間咧係星期六嘅3月21號3點半至5點半，咁咧喺日落華人浸信會嘅。咁咧如果有興趣嘅弟兄姊妹咧，你可以掃呢個二維碼去報名。仲有每個星期3晚嘅7點半咧，我哋都會有粵語堂嘅祈禱會。咁咧鼓勵弟兄姊妹咧，我哋星期3晚7點半都上網，我哋一齊嘅禱告。咁咧，仲有咧，我哋咧由2月份開始到8月份咧，咁我哋咧繼續我哋嘅讀經計劃嘅。咁今次嘅讀經計劃咧係講到政府同埋歷史書嘅。咁咧，我哋之前咧已經派咗呢一張嘅讀經表㗎啦。如果你冇咧，咁你都可以問阿 Vincent 攞嘅。咁如果亦都可以掃呢個二維碼。咁樣咧，今次咧我哋寫晒從約書亞記到以斯帖記，佢係一個好精簡嘅內容㗎。咁咧鼓勵弟兄姊妹咧對聖經咧更加嘅去勤讀。咁咧仲有咧，我哋咧由3月份嘅主日學咧都有咧成4班嘅主日學。咁咧鼓勵大家弟兄姊妹參加。咁一陣間咧David 咧會有再詳細嘅報告。咁咧，我哋亦都喺星期六有一個嘅座談會，咁咧就叫跨越人生困境啊。咁樣咧講完咧就係我哋嘅弟兄譚博士。咁樣咧係時間咧係有3月7號、28號、4月11號、25號、5月16號同30號。時間係星期六嘅9點至11點。咁咧相信咧我哋喺好多嘅人生裏邊，其實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啊！咁樣咧，呢個嘅講座咧，相信會幫助弟兄姊妹咧，我哋點樣即係用神嘅話語嘅教導咧，點樣跨越我哋嘅困難。咁咧，仲有咧喺4月17至19就係教會嘅退休會啦。唔知你報咗名未咧？咁你未報名嘅咧，咁鼓勵你咧趕快嘅報名，咁我哋可以咧有幾日，大家弟兄姊妹咧一齊嘅去相聚交通OK， 彼此嘅更多嘅認識。咁我哋亦都請咗好好嘅講員。今日完咗粵語唔係華語崇拜之後咧，就大約係12點半，咁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教會會員大會㗎啦。咁咧請大家咧留步知道教會發生啲咩事，同埋一啲嘅決定。咁之前咧，我哋會有好少嘅lunch 俾大家頂一頂肚先，一個包仔OK， 咁今年咧，我哋會有幾個嘅短宣，就係愛加倍啦，就係喺返本地嘅俾小朋友嘅。咁吉爾吉斯啦，就係6月啦。日本啦，7月啦，同埋耶穌愛灣區嗰個嘅訓練同埋本地宣教都係喺6月嘅。咁鼓勵弟兄姊妹參加，無論你有冇宣教經驗都好啦，咁你都可以去參加，可以一齊去受訓，去傳福音。咁呢個講過啦，我哋教會有2月到3月31號係有星期2同星期4咧，係為我哋社區有一個免費報稅服務嘅。亦都需要弟兄姊妹咧去做義工同嚟嘅人咧去傾偈傳福音招待佢哋。OK， 呢個係我哋教會嘅呢個財務報告，咁自己可以咧喺個嘅bulletin嗰度睇。OK， 報告到呢一度。
我哋一齊站立，我哋一齊讀今日嘅宣召經文喺詩篇100篇。詩篇100篇，我一齊嚟讀。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侍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傳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我哋喺天上面嘅父親，我哋感謝你，俾我哋今日一清早嘅時間，我哋有機會嚟到聖殿入邊去敬拜你。主啊，就好似呢篇詩篇提醒我哋嘅，你睇看顧我哋就好似看顧草場嘅羊一樣。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對我哋嘅愛，感謝你對我哋嘅信實。願意呢個嘅敬拜都能夠，即係將我哋心入邊對你嘅感恩、對你嘅讚美，都能夠用唔同嘅方式，用詩歌，用我哋嘅讀經，一齊去真係榮耀頌讚你。願你得到你值得嘅榮耀。以上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好大，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我若只有一息尚存，也要定意敬拜你，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遍野萬里也和應叫揚，宇眾海呼喊，傳揚上主，跳躍和唱，要述説你創造。願永愛着你，我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在世似耶穌，我要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好大，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我若只有一息尚存，也要定意敬拜你，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遍野萬里也和應叫揚，宇眾海呼喊，傳揚上主，跳躍和唱，要述説你
創造，願永愛着你，我這心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遍野萬里也和應叫揚，雨中海呼喊傳揚上主，跳躍和唱要述説你創造，願永愛着你，我這心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弟兄姊妹清楚。處身黑暗期盼盡頭，等不到半點光，但看到你憐憫眼神，離開高天你步近，律法顯成全眾預言，同證裏福裏道降生，別了寶座迎接馬槽，烏土竟作了罪魂。稱讚父神和子最配，稱讚聖靈三一神，榮光照耀神極尊貴，至尊的君尊讚歌響永遠。為了顯明神國到臨，為以後世上歸家，為了贖回神所創造，耶穌不輕看那十架，受罪苦痛淚你血流，堅守心裏那幅畫，為救恩能臨到我們，甘心死替我被掛。稱讚父神和子最配，稱讚聖靈三一神，榮光照耀神極尊貴，至尊的君尊讚歌響永遠。逢那早晨期盼你，諸天都禁閉氣息，墳墓的石頭退去，死朽給你踐踏碎，碎了的從墳裏起來，天軍都敬畏站立，被困的靈魂讚美，醫好心靠近乎你。
來，燃點起了你教會。古真理存留這裏，不需到也沒退。用你寶血來作證，你的釋放我自由，是你顯明神愛我，基督將我救活過。稱讚父神和子最配，稱讚聖靈三一神，榮光照耀神的尊貴，至尊的君尊讚歌響永遠，稱讚父神和子最配，稱讚聖靈三一神，榮光照耀神的尊貴，至尊的君尊讚歌響永遠，至尊的君尊讚歌響永遠。令節目我哋一齊低頭用住禱文去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天父，你名是多麼美，榮耀遍全地，在禱告良神靜觀你的美。天正我沉默主座前，無用多片言，在禱告前，你已清楚我需要。求賜我信心的眼睛，風暴裏仍舊恬靜，全獻我信服的心靈，由你全權來帶領。願人都尊你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也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今日我求問主的國，求問主的義，王的旨意如陽光遍地彰顯。願人都尊你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也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賜給我們，
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國度權柄榮耀全屬你，直到永遠。願人都尊你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也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名為聖。我哋一齊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我哋感謝你可以俾我哋得稱為你嘅兒女。神，我哋感謝你，因為我哋雖然係有罪嘅罪人，但係你都接納我哋，因為你嘅聖子耶穌基督為我哋每一個人捨身流血，令我哋雖然係有罪嘅時候，仍然可以得到去到你嘅面前，去敬拜你，去稱讚你，去被稱為你嘅兒女，得到屬靈嘅福分。主，我哋都感謝你對我哋嘅恩典，特別係對我哋每一個人嘅救恩。主啊，你嘅愛長闊高深，你對我嘅恩典一路直到永遠。主，我哋都係感謝你。天父，我哋睇到呢個世界上面好多嘅戰亂，然而我哋知道你係坐著為王嘅主。求神你真係將世上面嘅戰爭尤其是而家喺中東嘅戰爭，喺烏克蘭嘅戰爭，主啊，求你都幫助每一個國家嘅領導人，都可以真係將啲戰爭嘅時間可以縮短，願意你嘅公義、你嘅憐憫都彰顯喺呢一啲戰地上面，令到流離失喪嘅人，主啊，求你都為佢哋供應，都俾佢哋有機會真係知道你係一個真正嘅神，你係愛佢哋嘅神。主亦都真係為咗我哋教會嘅事工嚟祈禱，我哋為咗愛家培社區中心嘅事工嚟嘅祈禱，特別最近報稅嘅事工，求神你藉住每一次嘅報稅嘅活動，都能夠帶引到更加多嘅新嘅朋友，我哋嘅鄰居嚟到我哋嘅教會入邊，都能夠俾佢哋可以有機會接觸到弟兄姊妹，接觸到你。亦都為咗愛家培社區中心嘅暑期活動嘅計劃嚟祈禱，求神你繼續咁樣幫佢哋嘅策劃嘅同工，佢哋嘅一切嘅計劃，主啊，求神你都幫助佢哋，叫佢哋都能夠招引到更加多嘅我哋嘅鄰居嘅兒童嚟到我哋中間，等佢哋從小都有機會去認識你。主啊，都將呢個事工再一次恭敬交喺你嘅手上面，佢哋嘅需要你知道，求神你真係親自為佢哋預備。亦都為咗我哋教會其他事工祈禱，為咗我哋嘅聘牧嘅事工嚟祈禱。主，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嘅主任牧師有一個嘅候選人，求神你真係幫助我哋喺呢個嘅過程入邊，去真係更加了解你嘅心意，亦都能夠更加清楚，無論係呢個候選人，無論係我哋嘅同工們，我哋嘅牧長們，都能夠更加清楚知道你嘅旨意，叫我哋點樣去行前面嘅路。亦都為咗今日晏晝我哋嘅會友大會，我哋有好多嘅事情要決定長執嘅事情或者其他嘅報告，主啊，求神你都幫助呢個會友大會能夠順利咁樣進行，令到我哋每個教友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夠出席，都能夠支持呢個教會嘅事工。主啊，我哋中間有好多患病嘅肢體，我亦都為佢哋獻上祈禱。我哋為咗 Alice
Alice Wong 佢而家喺醫院入邊，求神你真係叫醫生都幫助佢嘅腸胃嘅問題，求神你都為咗佢可以真係等佢快啲可以解決呢個可以有康復，都繼續為咗 Celia 佢嘅化療嚟祈禱，都求你真係幫助呢啲嘅藥物都能夠有用，可以真係將佢身體入邊嘅癌細胞都能夠消除，都幫助佢可以忍受到藥嘅副作用。佢虛弱嘅身體，佢求你每一日都能夠用你嘅力量去真係支持佢。最後都為咗我哋嘅牧師嚟祈禱，黎牧師佢嘅感冒而家可以好返少少，我哋為咗感謝你，都為咗佢嘅家人，特別佢媽媽嚟到美國呢一度，為咗佢嘅健康，為咗佢接着落嚟嘅醫治，一切嘅安排，求神你都為佢預備，都醫治佢。仲有我哋中間亦都有好多心靈軟弱嘅弟兄姊妹，甚至一啲今日亦都冇辦法嚟到我哋中間嘅。主啊，求你真係幫助佢哋每一個人，等佢哋知道每一日都知道你喺佢哋嘅身邊，你嘅安慰、你嘅鼓勵都常與佢哋同在，等到佢哋每日都能夠經歷到你，縱然喺低沉嘅時間，仍然真係知道你係佢哋嘅主，佢哋嘅神。神，我哋再一次咁樣恭敬咁將今日嘅敬拜交我哋嘅手上面，求神你使用譚博士嘅口，佢嘅信息能夠達到我哋每個人嘅心中，叫我哋都能夠對你嘅愛、對你嘅話語作出適當正確嘅回應。主啊，幫助我哋，願意呢個敬拜都能夠得到你嘅喜悅。以上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早晨，好好嘢啊！我哋今日較早1個鐘都可以返到嚟。今日咧，我嘅講題就係改變世界你睇見呢度啲 domino 係咪啊？跌落去嗰個世界嗰度推喐個世界。咁點解我講咁嘅題目咧？首先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冇曾經諗過呢樣嘢？就係如果呢個世界冇基督，你估會點樣呢？冇耶穌基督，冇基督教，根本即係神亦都唔存在嘅，即係我哋聖經所講嘅神唔存在嘅。你覺得呢個世界有冇盼望呢？今日我哋就係由呢一個嘅開始嚟到去諗，但係呢，首先我想同大家講兩個嘅真正嘅例子先嚇。第一個呢，就係你有冇去過？而家就冇馬戲團啦，係嘛？但係你以前有冇去過馬戲團啊？馬戲團呢，其中一個嘅主角呢，就係啲大笨象，係咪啊？行出嚟咁樣。即係雖然好笨啊，但係佢哋都識跳下舞啊，咁樣好得意喎，係嘛？咁你有冇發覺咧？嗰啲大笨象咧係由嗰個嘅馴獸師咧，用一條繩好幼嘅繩拖住佢出嚟，佢就乖乖地跟住去做嘢㗎啦。咁然之後咧，大笨象翻去嗰個嘅佢嗰個嘅居住嗰個地方咧嚇。你就睇見咧，好似呢個圖咁樣咧，就有一條好幼嘅一啲嘅鎖鏈啊，就將佢鎖住喺地下。咁大笨象好乖咁樣企喺度，就唔會走嘅。但係咧，佢唔知道咧，原來咧呢個嘅鎖鏈咧，其實綁唔到佢㗎。只要佢一拉咧，就會斷㗎啦，因為佢好大力㗎嘛。呢條鎖鏈根本就冇力嚟到拉住佢。但係點解佢從來都唔拉嚟到去逃走嘅咧？乖乖地喺度咧，你知唔知點解？冇得食啊嘛！佢都冇咁精諗住食嘢。原來咧，佢好細隻嘅時間咧嗰陣時咧，就已經習慣咗咧，嗰個主人咧用嗰條鎖鏈嚟到去綁住佢咁佢咧一睇見個鎖鏈咧，因為佢細個嘅時間就拉唔斷嗰條鎖鏈啊，
佢曾經試過嘅，但係細個嘅時候拉唔斷。咁樣呢，佢以後睇到條鎖鏈呢，就知得到呢，我冇法子勝過呢條鎖鏈㗎啦，就可以俾佢綁住。到大到咁大嘅時間呢，佢都唔知得到呢，原來佢係俾過去所克服。佢唔知道過去已經係不存在啦，而家呢，佢可以隨時拉斷條鎖鏈走㗎啦。但係佢唔知道啊！呢一個就係會唔會有陣時我哋都俾我哋嘅過去嚟到去克服呢？另外有一個例子就喺 New York 發生嘅，就若干年前呢 New York 有一個嘅工業家，佢個名叫 Eugene Lane。佢咧就揾咗好多錢之後咧，佢想即係將用嗰啲錢咧嚟到去幫助啲窮苦嘅人啊咁樣。佢有一次咧去到 East 哈林區咧，有一間嘅中學裏邊，就同嗰啲學生講，嗰個唔係中學喎，6年級嘅學生。嗱，呢個哈林咧就係一個好窮嘅個區域咧，即係大部分都係非洲裔嘅好窮嘅人喺度住嘅。咁嗰度嗰啲嘅年青人咧，大部分都即係好難會讀書讀得好，而且唔做幫派已經好好噶啦啊！咁所以即係一個即係好危險嘅地方。我以前喺 New York 我都唔敢行入去哈林區，但係佢居然咧入到去嗰間呢個叫做初中啦嚇，6年級。佢咧同嗰班學生講，佢話 ：You stay in school 啊，你留喺學校嗰度，唔好即係唔好唔返學啊！因為有好多人即係讀到咁上下就唔返學噶啦啊！佢叫嗰班學生咧繼續讀上去，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真係可以讀到中學畢業，入到大學，我就完全付晒你嗰個嘅大學費用 ，I'll pay your tuition。哇！呢一句説話俾到嗰啲學生非常好嘅盼望，卒之有90% 嘅學生成功地中學畢業入大學。你睇咩到啊？呢啲就係叫做盼望，有盼望就俾到人有能力啊！大笨象佢唔識得咩叫盼望，所以佢冇能力，連嗰個好幼嘅鎖鏈都可以綁住佢嘅。所以如果你要改變世界嘅話呢，只要你有盼望，你就有能力。而神呢，就係俾到你嘅盼望。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就翻去睇下聖經啊，就我哋個個都好清楚啦。耶穌基督嚟世間嘅個嘅目的就係要救人類嘅罪啊，咁所以佢咧就釘喺十字架上邊，3日之後復活咗之後咧，佢就其實就準備升天噶啦，因為咧佢嚟到地上嗰個嘅工作已經係完成咗啦。佢喺十字架嗰陣時話成了，係咪啊？佢救贖嘅工作已經完成咗噶啦。所以咧，而家佢未升天之前咧，佢嗰個嘅最後就係交接嘅時期，就係將佢嗰個嘅任務啊交俾啲門徒，叫啲門徒做咩啊？建立教會，嚟到去廣傳福音，唔淨止係當時嘅地方、當時嘅時間，而且係世世代代一路傳落去。但係佢喺十字架嘅時間，釘喺上面嘅時間，你可唔可以想像到佢睇到咩嘅情景呢？根據聖經嘅記載呢，當時12門徒啊，個個都走晒，剩翻阿約翰喺度。你睇見呢個圖畫最左手邊嗰個呢，咁樣嗰個就係約翰啦。約翰係即係對基督係最大嘅愛心，好 passionate 嘅一個人。但係其他嚟喺十字架下邊喊嗰啲係婦女嚟㗎，嗰啲男人去晒邊啊？男人走晒，剩翻阿 John 喺度。你諗下當時嘅耶穌佢會幾失望？哇！即係我3年啊，
日日夜夜嚟到去帶呢班嘅門徒，教導佢哋，俾咁多嘅神蹟俾佢睇，醫好咁多嘅人。居然佢喺而家我要離開，即係要臨死之前走晒，剩翻一個。咁樣點樣佢跟住仲傳福音啊？點樣我叫佢以前嚟到即係準備嚟到建立將來嘅教會喎，已經走晒啦，點算啊？你睇唔睇到即係耶穌當時會有幾咁嘅焦急？因為呢個時間就係轉接嘅時間，佢嗰個嘅呢條鎖鏈啊，係咪咁樣斷咗咧？門徒走清，剩翻阿 John 一個喺度。咁所以佢3年嗰個嘅事工，其實如果你睇福音書，你就知道主要係做3樣嘢。第一咧就係證實佢係神嘅身份嚟到世上邊，講俾人聽天國就係人最終嘅目標，上天國就係最終嘅目標。然之後咧，佢3年就要訓練啲門徒嚟到去完成佢嚟世間建立教會嘅使命。但係而家佢就嚟要翻返去天父嗰度，離開啲使徒嘅時間，門徒走清光。咁樣佢點樣嚟到去繼續呢一個嘅建立教會咧？係咪啊？仲即係可能仲令佢更加傷心嘅就係喺《使徒行傳》1章6節嗰陣時，佢已經即係復活咗啦。顯示俾啲門徒睇啦，嗱，我復活咗啦咁樣。居然仲有門徒問咩咧？佢哋聚集嘅時間就問耶穌說：主，你復興以色列國嗎？就在這時候嗎？佢哋仲唔明喎，以為而家耶穌復活啦，勁啊！而家耶穌帶我哋去革命，趕走猶太人，實得啦！呢個即係我哋嗰個夫子係咪而家一齊我哋起嚟革命啊？恢復以色列國啊！哇！你睇下，原來做咗3年嗰個嘅工作培訓門徒，居然有人仲係誤解耶穌嚟嘅意思。佢哋唔明白人嘅國係好短暫，而耶穌嚟嗰個嘅目標係將永恆帶俾我哋。喺《使徒行傳》第1章3節嘅時間話咩咧？佢話40天之久耶穌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仲要講說神的事要花40日嚟到講說神嘅事。講俾佢哋聽乜嘢係最重要呢？唔係復國，唔係趕走羅馬人。就算係趕走羅馬人都係一時嘅啫，係嘛？以後一樣歷史嘅變遷，亦都有第二啲國家嚟到去吞噬呢一個嘅以色列國嘅，係咪啊？咁所以佢帶嚟嘅信息其實係 what 呢個 what 字就係乜嘢咧？佢乜嘢嘅信息咧？其實就係永恆嘅信息，建立一條路俾人可以去到天國。呢個路係咧咩咧？就係嗰個嘅福音，同埋邊一個帶福音啊？以後就係教會啦，就係我哋而家坐喺呢度，好多今日禮拜日坐喺度嚟到去聽道嘅門徒。你知唔知道你哋個個都係使徒嚟嘅？唔係就咁信徒，信徒就坐喺度我信咁就得啦。但係耶穌喺福音裏講過，每一個信咗耶穌嘅人，其實都係一個嘅門徒，要孭耶穌嗰個十字架。好啦，喺呢個馬太福音，耶穌就好清楚，即係最後嗰章節嗰2句，好清楚講咗俾門徒聽嗰個 what 係咩嘢？what 就係 what do you have to do？ 你要做啲咩嘢？佢話咩咧？佢話你們要去，不如我哋一齊讀呢句經文好嘛？大家都好熟悉噶啦。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我吩咐你們的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守。嗱，呢一句説話呢，好似係我哋已經讀得太多啦，即係流水過去。但係如果你每隻字嚟到去諗一諗，其實好困難㗎，要完成耶穌呢幾句嘅説話。第一就係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即係作耶穌嘅門徒。萬民嘅意思其實就係所有嘅人，唔淨止係當時嘅人，係以後世世代代嘅人，直至到今日。如果大家都知得到啦，今日禮拜日啊，去教會喺美國已經係好多人叫做多基督徒嘅國家嚟㗎啦。喺今日嘅美國，禮拜日去教會嘅大概係整個人口幾多 percent 到啊？大概25% 到嘅啫。75% 嘅人喺公園度，一係瞓覺，一係公園度做運動啊嗰啲咁樣，一係去買嘢啊嗰啲咁樣。所以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啊，到今日都未完成啊，係嘛？另外就係奉父子聖名給他們施洗。而家我哋唔知道喺在座有邊一個係信咗耶穌，但係仲未受洗嘅咧，係嘛？就算信咗耶穌，好多人都話：哎呀，牧師叫佢洗禮，佢都唔肯去施洗嘅。唔容易㗎，係咪啊？仲有好多人唔肯做呢啲，即係表示真係順服，向神順服嘅。另外就係我吩咐你們的一切，呢個吩咐其實就係所有嘅教導啦。咁耶穌基督喺3年之內，你睇下4福音書好多嘅教導，呢啲就係吩咐啦，都要教他們。即係話將所有福音書耶穌啲教導都要教他們。咁你睇下 David 即係幾辛苦啊！做咁多主日學牧師咁辛苦嚟到去，每一個禮拜都係教導，但係都未教得完啊，係咪啊？仲有就仲艱難咧，就係教導之後咧，就要他們遵守喎。我哋好多時聽道啊，聽主日學都係左耳入右耳出，係嘛？係咪呢邊入呢邊出？因為呢邊入呢邊出，總之係走咗去啊！仲係遵守啊！好多時我哋牧師叫我哋做啲咩嘢，我哋都唔遵守㗎，係嘛？咁所以你話係咪好困難啊？到今日都未做得到嘅，所以今日我哋其實仲係要努力啊！因為耶穌所吩咐嘅，今日仲係未完成。好啦，咁樣耶穌吩咐咗 what 做啲咩事咧？做耶穌嘅門徒要做啲咩嘢咧？但係點樣去做啊？呢個 how 點樣去做咧？耶穌又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咧，並要喺呢個耶路撒冷就係呢個地圖最下邊嗰個 Jerusalem 嗰度開始，就到猶太全地。去到 Judea 箭嘴指俾大家睇啦，跟住去邊度啊？去撒瑪利亞Samaria， 然之後再去到地極。當時嘅地極就係指西班牙。咁所以即係保羅後來都想去西班牙㗎，係咪啊？但係後來佢亦都要改變佢嗰個嘅路線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即係點樣去講傳福音啊？就係一路每一個嘅 territory 都要嚟到去好似即係征服某一個嘅城市咁樣，不過係用福音嚟到去作神嘅見證。呢個就係 how 啦，點樣做啦？咁所以耶穌係俾咗一個目標俾門徒，亦都係俾嗰個嘅地圖俾門徒睇。嗱，咁樣做啦。教得好清楚噶啦，所以唔係要服國啊！好啦，好彩嗰啲門徒雖然係走散咗，但係後來翻嚟，後來睇到耶穌基督隻手真係呢個係神。然之後咧，聖靈降臨之後，哇！
好彩啲門徒後來真係有行動，回應耶穌基督嗰個嘅使命。喺《使徒行傳》1章15節，大家一齊幫我一齊讀呢句經文，好嘛？若有120人聚會，彼得就在呢個眾弟兄之間站起來說，以後就係佢嗰個嘅第一個嘅向公眾嚟到去講道。彼得就係肯孭起呢一個嘅十字架，繼續嗰個嘅真真正正嘅行動嚟到去建立教會。咁所以教會咧就於是就點樣啊？哇，好興旺啊，係咪啊？如果你睇《使徒行傳》，幾千人信主，即刻落去嗰個嘅約旦河受洗啊，唔係拖啊，唔係等啊，所以呢個就係當時因為門徒肯站起來，一齊嚟到去改變世界，係咪啊？咁所以改變世界係需要點樣啊？首先要知道 what 你要做啲咩嘢，然之後 how 點樣去做，跟住要點樣啊？最重要嘅要行動，冇行動係得個講字冇用嘅。咁所以門徒咧就係由12門徒開始就幫當時嘅人建立教會。初期教會喺《使徒行傳》我哋睇到唔容易㗎，有好多嘅犧牲㗎，有爭執，亦都有不同嘅試煉。但係就喺咁艱難嘅環境，喺一個羅馬咁殘酷嗰個嘅制度裏邊，一樣可以成長到今天啊！嗰個結果就係普世宗教。而家全世界最多人信嘅教就係基督教，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哋睇到聖經係活生生嘅一本書，因為到今日仲喺度進行緊嘅。今日嘅世界仲喺度改變緊，而呢個改變係由往後好多嘅基督徒一齊嚟到去努力係造成嘅。而家我哋睇下有啲咩改變呢？喺當時耶穌時代，古羅馬係啲咩嘅環境呢？係弱肉強食，係咪啊？羅馬嘅軍隊去到邊度就殺到邊度。就攞嗰度嗰啲人做奴隸，然之後非常之淫亂。羅馬嘅皇帝，哇，即係好恐怖嘅有啲皇帝做咗幾個月就冇命，又俾人殺咗，第二個皇帝又上嚟弱肉強食好彩，因為當時嘅基督徒唔怕被拉去鬥獸場，唔怕去餵獅子，一路傳福音，一路嚟到去做神，即係完成神俾佢嘅使命。後來感動到咩呢？羅馬嗰個君王Constantine佢都係信咗耶穌。哇，咁唔同啦，由佢而家羅馬成個咁大嘅帝國改變咗啦Constantine 話：我哋要全國嘅人都要去信耶穌，咁以後就世界就改變。點樣改變呢？就係由一個弱肉強食嘅世界改變為愛神愛人，由一個淫亂嘅國家社會變成而家重視貞潔，由一個即係滿地都係奴隸嘅一個國家俾人哋嚟到去即係利用俾人哋嚟到去毆打嘅變為咩呢？多啲嘅平等，由一個欺騙詐騙嘅社會變成誠實。呢個唔淨止係一個宗教，唔淨止係十誡咁簡單，因為人嘅內心嘅轉變心意更新而變化。如果我哋 fast forward 一路到幾千年之後2000幾年之後嚟到美國我哋翻嚟講下美國現在
美國立國嘅時間嗰個嘅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就係用呢一個嘅基督教嗰個嘅一個嘅宗旨嚟去寫嚟立國，寫美國嘅憲章，人人有平等啊！咁所以人嗰個尊嚴啊，其實就係因為有基督嗰個嘅教導，然之後慢慢滲透人嘅心，然之後入咗去政府裏邊，政府立嘅所有嘅一啲嘅法律，都係要尊重人嘅 dignity， 人嘅尊嚴。所以而家我哋有一啲嘅好不同嘅思想啦，係咪啊？弱者係需要保護嘅，係嘛？而家唔可以再有奴隸啦，廢除奴隸制度由林肯總統嗰陣時就開始。你知唔知道女權運動啊？其實又係基督徒嘅婦女喺好多年之前喺美國同歐洲開始嘅。女人唔係男人嘅工具，而係同男人同一樣嘅尊重、尊榮咁所以即係人嗰個嘅嘅 dignity 啊，就係因為基督嗰個嘅教導已經滲入人心，改變呢個世界。我哋睇下中國如果冇孫中山嘅話，我哋而家仲喺度梳辮嘅，係咪啊？女人仲要紮腳啊！孫中山點解有咁有能力嚟到去改變當時，推翻滿清政府，改變當時嘅中國啊？當時嘅中國腐敗到，你唔知有冇睇過一啲嘅好舊嘅片咧嘅影片咧清朝嗰啲兵啊，個個都係點樣啊？瘦到不得了，因為個個吸鴉片啊然之後就即係啲槍咧係完全即係舊到啲爛鐵咁樣嘅。有啲兵咧係着拖鞋，有啲係冇鞋着㗎。嗰啲就係清朝嘅兵啊，點樣打外國嗰啲嘅軍隊咧？係咪啊？所以清朝腐敗到不得了。但係孫中山因為佢亦都係基督徒佢好多時就係擺本聖經喺佢側邊，佢軟弱嘅時間就要睇聖經，然之後佢嚟美國嘅時間睇到美國嗰個嘅憲章，美國嗰個嘅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呢幾個嘅林肯當時即係寫咗嘅即係立國嗰個嘅目標啊，其實就係人民嘅國家。咁所以孫中山先至訂立咗呢個三民主義民生、民權同埋民族，係咪啊？亦都係有基督精神喺裏邊。哇！中國人已經不同啦，完全不同，唔使再梳辮，唔使再向皇帝嚟叩頭唔使做埋晒啲即係奴隸咁樣嘅事情，而係可以挺起胸膛嚟到去做人。呢個就係因為有基督喺度，所以如果冇基督教咧，我哋而家應該仲係梳辮嘅戴嗰啲唔知咩帽咁樣好啦，再近一啲，你知唔知道原來醫院嘅制度都係因為有呢個嘅喺好多年之前有個叫 Byzantine Innovation 嗰陣時仲係羅馬天主教即係控制晒嗰個嘅宗教，但係嗰陣時佢哋就開始設立醫院嘅制度開始有系統性咁樣訓練嗰啲嘅醫生所以你見到好多而家啲醫院聖 Mary 聖 Luke Hospital 係咪都有個聖字喺度譬如哥倫比亞大學嗰個嘅醫學院就係叫做 Presbyterian Hospital New 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然之後護士咧南丁格爾你知道啦
佢係第一個開始喺呢個嘅醫院裏邊嚟去服侍啲病人，佢亦都係一個基督徒。紅十字會嘅創立，點解一個十字啊？紅色嘅十字啊，因為係嗰個十字架啦。叫做 Henry Dunant 嚟到去創立嘅，亦都係一個基督徒。你睇翻佢基督徒改變咗幾多嘢？將愛心啊，唔係淨係愛我嘅仔仔女女，我嘅家人啊，愛心係愛所有嘅人啊，有痛苦嘅人，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基督徒原來就係一咁樣嚟到去實現出嚟，喺呢個社會裏邊實現出嚟，就係因為咁樣嚟到去改變呢個世界。喺教育嗰方面最初美國嗰啲嘅大學就係呢幾間啊，哈佛係最舊嘅大學Columbia 同埋 Princeton 上邊都有啲拉丁文㗎。你知唔知嗰啲拉丁文寫咩啊？原來哈佛嗰個拉丁文係寫咩咧？係叫做嗰個翻譯出嚟就係 truth 真理。哥倫比亞大學嗰幾個拉丁文係咩咧 ？In thy light shall we see， 就係喺神嘅光下邊，我哋先至睇到嘢，真正睇到真理。普林斯頓大學嗰啲拉丁文講咩咧？就係 Under God's power she flourishes。即係任何一個嘅機構啊，如果喺神嗰個力量之下，佢就可以有呢個嘅成就啦。哇！你睇見原來初期嘅大學都係基督徒辦嘅，都係訓練牧師嘅嗰陣時呢啲嘅大學。當時嘅牧師學好多嘢㗎，唔係淨學神學㗎，仲要學好多不同嘅科學。所以後來即係訓練出好多美國嘅精英，而美國係發明咁多不同嘅現代人所用嘅工具，係咪啊？電腦啦、汽車啦、電話啦、嗰啲嘅而家嘅 Internet 啦，冚唪唥都係即係美國人發明嘅。呢一啲嘅科學家，我唔逐一個講啦，好多都係物理學家同埋呢啲嘅。天文學生物學家呢啲都係基督徒嚟嘅。其中一個最出名嗰個最左手邊上邊嗰個 Isaac Newton 啦，牛頓啦，係咪啊？嘣跌個蘋果落嚟，佢就睇下，咦？點解蘋果會跌落嚟，唔係飛上去天嘅咧？佢就諗到有地心吸力呢啲咁樣。原來信基督嘅人。耶穌基督喺嗰個即係聖經裏邊，成日要注重咩啊？注重智慧，叫人去思想，唔可以盲從所以呢啲嘅咁活嘅思想係幫助人嚟到進步，所以有咁多嘅科學嘅進步。而且美國大家都知道佢係。當時世界大戰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到即係七國咁亂嘅時候，係靠美國一個信神嘅國家出嚟到平定天下，使到停止咗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呢一個咁多嘅即係殘酷嘅事情發生，都係美國能夠做到出嚟。另外，我哋睇下醫學。你知唔知道原來而家我哋打嗰啲嘅疫苗係邊一個發明嘅咧？就喺1740幾年嘅時間，喺英國有一個醫生係基督徒醫生嚟嘅，佢叫 Edward Jenner。當時英國就係流行有天花你知道啦，即係 smallpox。即係輕微嘅就病一輪，不過都好辛苦啊，生好多即係一粒粒嘢咁啊，重嘅會死噶嘛，係嘛？就係當時有一個嘅基督徒嘅醫生，佢唔知道喺邊度嚟俾佢 idea， 可能由神俾佢 idea， 就係發明咗有疫苗，咁於是疫苗就被整個嘅醫學界所接受，而且用咗嚟
嚟到去 stop 好多不同嘅傳染病，係咪啊？改變世界啊！基督徒改變世界。另外 George Mendel 係遺傳學之父，佢係一個天主教嘅神父嚟嘅。佢係研究嗰啲嘅遺傳學，個個都公認佢係遺傳學之父。然之後近代嘅最右手邊呢位嘅醫生叫 Francis Collins， 而家仲在生㗎。佢係全世界被認為最出色嘅科學家之一。佢係喺1990年嘅時間帶領咗全世界嘅不同嘅醫學家一齊嚟到去研究 trace 到人類嘅基因排列係點樣排列出嚟，每一個 detail 係發現咗出嚟，而且係公開俾人用。就係因為佢呢個嘅發明啊，佢呢個發現啊，使到後來好多嘅病啊，因為基因而引起嘅病，包括咗呢一個嘅癌症咧，都有好多新嘅藥可以出嚟到去醫到病。就係因為可以揾到邊一個基因出咗錯，就可以去醫嗰啲嘅，所以而家有啲嘅 immunotherapy 啊、target therapy 啊，都係 target 嗰啲出咗錯嗰啲基因嚟到去幫助醫呢啲嘅癌症啊、不同嘅症狀。點解有咁好嘅發展呢？基督徒嘅貢獻嚟嘅。所以你睇唔睇到啊？假如冇基督教，冇基督徒，就冇文明啊，冇頭先所睇到嗰啲進步，冇自由，冇平等，冇博愛，只係有落後、有毀滅、有奴隸、有敗壞、有迷信。所以你睇唔睇到？原來我哋信基督，我哋基督徒啊，係好應該係好有衝勁嘅，因為我哋其實都係有一個嘅同樣嘅任務，就係改變世界。耶穌基督以前吩咐落嘅，所以你知唔知道你點樣可以改變世界呢？你有冇諗下 What can I do？ 我可以做到啲咩 ？How am I going to do it？ 我點樣可以做呢？同埋我要做啲咩行動呢？你祈禱嘅時間，你有冇問神啊？請你俾我嘅人生使命。抑或逢親祈禱都係神啊，我想買嗰架車，神啊，我今日好唔舒服，神啊，你俾啲咩我啦？神啊，你俾啲咩我啊？其實如果我哋問神啊，你俾我個人生目標俾我，你想我呢一生人做啲咩嘢咧？你記唔記得我上次講道嘅時間？唔好等到你個靈魂去你嗰個喪禮嘅時間先後悔啊！而家就要諗下，因為我哋每一個人上次我都有俾大家睇過呢段嘅經文，都要去到神嘅面前嚟到去交賬啊！因為到咗那一天，所有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要站在寶座之前。案卷打開，其中有一卷就係生命冊，你嘅生命冊。而展開嘅時間，所有死咗嘅人呢，都要憑住以前我哋所做嘅事嚟到去受神嘅審判，喺呢個白色大寶座嗰度。嗰陣時我哋向神交咩賬呢？今日應該要諗下啦，唔好等到嗰陣時。所以我哋個個都有個責任，使到呢個世界變得好一啲。呢個亦都係我做人嘅一個嘅主要嘅目標。每一天我都係諗下，神啊，你叫我做啲咩，使到呢個世界可以變得好一啲咧？我可以做到啲咩嘢咧？所以我哋嘅祈禱唔好叫神幫我哋做啲咩，我哋祈禱就係神啊，你叫我幫你做啲咩？你叫我點樣改變呢個世界？點樣幫助某個人？點樣可以將呢個世界變得好一啲？
咁可能你話點？我唔知喎，我都唔知點樣改變喎，因為有人同我係咁講啊，我都唔知道我想點㗎。我而家介紹幾個方法俾你啦。第一就係你點樣改變你自己咧？最好你喺祈禱嗰度求神嚟到去講俾你聽。神啊，我有咩需要改變嘅咧？點樣使到我可以改得好一啲咧？喺你家庭嗰度。你問下你啲家人，問下你先生，問下你太太，問下你啲仔女，問下佢哋，我可以點樣改得好一啲咧？我諗佢哋有好多提議俾你嘅，佢哋一定有好多提議俾你。好多時我哋以為我哋已經做得好好噶啦，但係如果你問下你側邊嘅人，佢哋係好多時就睇到我哋嘅不足嘅地方。佢哋係俾我哋有好嘅提醒，我哋就可以改變我哋嘅。所以改變家庭，第一就係改變自己，點樣可以改變我自己，使到你家庭變得好一啲，而唔係改變我哋周圍嘅人，使到我 feel good 一啲，係咪啊？好啦，我哋可以點樣幫助教會咧？點樣可以使到教會好一啲咧？問下牧師啦。問下啲長執啦，問下教會嘅領袖啦，教會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幫手做咧？問啊，我諗實會有答案俾你嘅，所以唔使驚話你唔知道 what you should do，OK？因為你問一問咧，你會知得到。好，最後完結嘅時間，我想介紹幾樣事情俾大家，就係有啲嘢就算唔係做嘅，但係我哋好多人咧都係好中意去旅行啊，去飲飲食食啊咁樣，嗰啲冚唪唥都要錢嘅，係咪啊？如果我哋去旅行，短嘅旅行都要幾百蚊啦，係咪？住下酒店啊，咁去幾日都要好幾百蚊、上千蚊。如果兩個人嘅話，如果去遠啲嘅幾千蚊閒閒地，係咪啊？但係你可唔可以諗下，今年我去少一次，儲到呢幾百蚊，去嚟捐俾呢啲機構咧？除咗捐俾教會之外，我介紹幾樣，因為呢啲冚唪唥都係我經常捐嘅機構。最上面嗰個 Angel Tree。呢個機構咧係點樣咧？特別幫助嗰啲坐緊監嘅監犯嘅仔女啊！嗰啲仔女好無辜啊，係咪啊？唔見咗個爸爸，因為爸爸坐緊監，或者個媽坐緊監，或者爸爸媽媽坐緊監。呢啲嘅機構就係 Prison Fellowship 特別去幫助呢一啲坐緊監嘅人嘅仔女嚟到去栽培佢哋。俾佢哋去 summer camp， 俾佢哋有啲不同嘅教育嘅機會，帶佢哋去教會。下一代希望可以變翻好人啊！你話係咪好值得做啊？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個咁嘅機構，但係我經常捐錢俾呢啲類嘅機構。另外下邊嗰個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 就係可以。幫助一啲喺非洲啊，喺一啲好窮嘅國家裏邊嗰啲細路仔啊，嚟到去俾佢哋一啲嘅生活費用，每個月捐一啲，每個月捐一啲。你嗰50蚊喺呢一度可以出去兩個人食一餐嘅啫，係咪？而家咁貴，但係嗰50蚊喺嗰度啊，可以買一隻羊㗎啦，嗰隻羊就可以幫助佢每日都有奶出啊，可以食到好耐㗎啦。所以你去少一次旅行，將嗰啲錢幫助一啲好落後嘅地方，哇！改變緊世界，你知唔知啊？改變世界啊！另外右上角嗰度 San Francisco Lifeline 係我女而家喺三藩市，佢喺 Fire Department 裏邊 start 咗一個嘅事工，係特別幫助一啲嘅年老嘅長者，而且係唔識講英文嘅長者嚟到去接受一啲嘅緊急嘅服務啊咁樣。如果你有興趣咧，你而家嚟問我，我而家唔可以喺度好詳細講俾大家聽。佢哋亦都要需要幫助，亦都要需要捐錢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有好多行動可以做嘅。我希望今日大家可以有呢個改變，就係使到呢個世界變得好一啲。
你唔需要做好多嘢，但係你嘅少少嘅動作啊，只要你嗰個目標係唔係淨係諗住自己，而係諗住我幫助下人哋嘅話呢，你嗰個生命會好不同啊！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哋一齊祈禱。神啊，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呢一個嘅現在嘅世界，呢個世界比較起門徒初時耶穌基督嚟嘅世界美好咗好多，因為我哋而家冇奴隸，唔需要去餵獅子而且有好多個病已經係不存在，有好嘅醫療系統，有好嘅教育。原來我哋係受咗咁多嘅福分，都係由歷代不同嘅基督徒嘅奮鬥，今日我哋享受好多嘅果子。所以主啊，願意我哋唔好做一個消費者，淨係識得享受，而係亦都係可以做一個供應者，嚟到去一齊合作，嚟到更加使到呢個世界比現在更美好。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呢？求神嚟到去你嘅靈嚟到感動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讓我哋可以採取行動。今日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基督徒。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站立唱三一頌，並領受為牧師為我哋嘅祝福。請弟兄姊妹仍然站立。今日我會用《使徒行傳》同埋《哥林多後書》13、14節為大家祝福。願弟兄姊妹受聖靈的感動和激勵，忠心勇敢將神寶貴無價、改變人心嘅福音傳給身邊嘅家人、親戚、朋友和遠處失喪的人，並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用基督的愛改變世界。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眾弟兄姊妹同在。阿門。錯。主日學校有啲嘢宣佈。上個禮拜我唔係好夠時間去介紹今個學期嘅主日學嚇，咁咧今日想花幾分鐘嘅時間。第一堂咧就係禮拜四晚黑Stella 每個學期都會有一個嘅信仰探討嘅班喺 Zoom 上面上堂嘅，禮拜四晚黑8點鐘。如果你係慕道友，或者你認識一啲你嘅朋友啊，或者你嘅親戚啊，係想多啲知道關於基督教嘅嘢係乜嘢咧？咁咧去上Stella 嗰班嚇，咁 Stella 會將嗰個 Zoom 嗰個 ID 俾你嚇，咁你就可以上個班。咁第二班咧就係受洗會員班嚇，咁你會睇到咧Linda 會負責呢班咧，但係我哋仲未有一個嘅時間確定，因為咧我好想知道有邊個會上呢一堂嘅受洗會員班嚇，咁如果你已經決志咗，無論喺 Stella 嗰班或者其他地方決志咗係做基督徒嘅，但係你想喺教會受洗嘅，我請你同我或者同 Stella 或者同阿 Linda 或者同牧師聯絡嚇。OK， 係。我哋想邀請邊個想參加嘅咧？一陣間喺2樓，我哋有一個短短嘅介紹。
好啊嚇，咁更加好嚇。咁啊一陣佢跟住 Stella 咁就啱啦嚇。OK， 咁咧呢一堂咧，我哋會盡量去就大家有即係嘅時間嚇嘅你嘅 schedule， 跟住我哋先至定嗰個時間係乜嘢，同埋嗰個班嘅次數係幾多啊咁樣，我哋嗰陣時會再定。咁另外咧有幾班咧係俾我哋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去上堂嘅。咁其中咧譚博士琴日已經開始咗一班啊，叫跨越人生困境嚇。咁琴日我哋都有20幾個弟兄姊妹喺禮拜6嘅朝頭早上堂。咁咧下一次我哋上堂咧就係3月28號嚇，我哋係大概隔一個禮拜上堂。咁係上6次嘅啫，呢3個月入邊。咁咧我哋會講到譚博士會分享到即係關於人生嘅困境嘅時候，我哋點樣用聖經嘅原則用一啲科學嘅原則去幫助我哋去點樣去跨越呢啲嘅困境嚇。咁另外咧下個禮拜有另外一班開始咧，就係阿莊長老會帶我哋呢班叫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咁咧呢班咧就係主要係講關於壓力嘅。咁咧我哋會用一個嘅材料咧，係一個牧師叫 Chip Ingram 嚇。咁佢俾我哋嗰個呢個材料咧叫做點樣去管理生命入邊嘅唔同嘅需求嚇。咁主要就講到優先次序嘅問題嚇。咁我知道無論我哋年青人啊，或者年長嘅人啊，喺三藩市住嘅人都係好忙嘅嚇。一係就為事業忙，為家庭忙，為仔女忙，為教會忙，好多嘢，即係好多嘢好忙啊！令到我哋大家嚇，咁希望即係大家上呢堂嗰陣時咧，會學習到點樣去處理呢啲嘅人生嘅次序中，咁然後咧我哋就對壓力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回應。唯一咧就係呢一班咧，我哋會用一啲英文嘅材料嚇，咁我哋會睇一啲錄像咧係用英文嘅，咁同埋嗰啲材料都係用英文，咁所以如果你想上呢班話咧，希望即係即係你對即係可以用英文嘅材料先至可以上一班嚇。咁特別咧我哋知道平時禮拜日完咗崇拜之後我哋好多人會上基督生平一班啦，但係有一啲弟兄姊妹你哋可能覺得基督生平嘅材料對你哋唔係好適合啊，我好希望你哋考慮下去上呢一班嚇。呢班係即係比較好似一個座談會咁，係用比較輕鬆嘅方式去講關於點樣我哋處理用基督徒嘅用聖經嘅原則去點樣去處理我哋人生嘅壓力嚇。咁希望你哋11點鐘嗰陣時候即係唔好咁快出去飲咖啡食飯傾偈住嚇，即係留低我哋上完呢班先至去。咁另外咧，想開基督生平嘅弟兄姊妹啦，我哋差唔多已經上完第2冊噶啦嚇。咁下個禮拜咧就係我哋嘅 final exam 嚇。咁上完下個禮拜之後咧，我哋3月22號咧禮拜日咧就會開始第3冊。就係講到耶穌基督係嘅聲望期嚇，講佢出嚟傳福音嘅時候，好多我哋熟悉關於耶穌基督行嘅神蹟啊，佢傳嘅福音嘅佢嘅道啊，都喺呢一個嘅時間度講出嚟嘅嚇。咁希望大家特別係上咗基督生平第2冊嘅人可以繼續上。如果你冇上到基督生平第1、第2冊，可唔可以上呢班呢？都可以。OK， 咁你同我講就得啦嚇。咁我哋會準備嗰啲書嚇，咁好似以前咁樣，我哋買書係10蚊。教會出10蚊，你出10蚊，咁跟住咧就希望你哋會用呢個嘅班去學習關於耶穌基督嘅生平。咁有一班咧係禮拜4晚黑會上嘅嚇，咁3月19號又會開始個班嚇。咁好似以前一樣，呢兩班禮拜4同埋禮拜日嘅兩班係差唔多係同步進行嘅。咁通常禮拜4行先，跟住到禮拜日嘅嚇。咁我譬如禮拜4講第一課嘅時候，禮拜日跟住亦都會講第一課。咁如果你禮拜4唔得嘅，可以上禮拜日；你禮拜日唔得咧，可以上之前禮拜4個班嚇。咁一班咧就係實體嘅禮拜日嗰班，一班咧禮拜4嗰班咧就係喺 Zoom 上面嘅。咁希望大家都用呢啲咁嘅有彈性嘅一啲嘅時間表，令到你自己都可以唔會缺課啦嚇。咁希望你哋會報名起碼一班啦，咁呢度有個二維碼，你可以掃個二維碼嚇，咁就即係自動帶你入去一個 Google Form 入邊，你就可以喺嗰度報名嚇。如果唔係嘅話，你可以同我再講，我幫你報名。OK， 咁希望大家都會參加。OK， 唔該晒 David。弟兄姊妹，我哋睇到今季嘅主日學課程咧，係咪好精彩啊？係咪啊？係啊，係咪？咁你哋要參加啊！即係如果弟兄姊妹你哋唔參加咧，就我哋有壓力啊！即係你哋參加咧，我哋就冇壓力啦，又可以解決你哋嘅壓力同埋解決你哋嘅人生困境啊！咁咪記住參加 ，OK？ 對我哋嘅生命同屬靈生命都好有幫助噶。我哋而家係投資喺永恆嘅裏邊啦。
咁鼓勵弟兄姊妹咧一定要參加，因為我哋嘅弟兄姊妹啊都用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去研究、去學習咧，去帶一啲嘅資料俾大家弟兄姊妹嘅。OK， 咁樣喺度咧我首先咧介紹我媽媽同埋即係我媽媽真係師母啦，佢真係正式師母嚟㗎。同埋我妹妹喺英國，佢係傳道人嚟嘅。咁我媽媽咧就喺呢一度咧會治療佢嘅癌症啦，第4期嘅。咁我妹妹即係會嚟幾個月幫我幫手。咁咧請佢哋真係歡迎佢哋兩位。我媽唔使起身啦，我媽比較痛啲OK。咁咧我喺度咧，我係好多謝弟兄姊妹咧，為我哋祈禱啦，同埋好多弟兄姊妹咧係喺事工上邊啊、生活上邊啊，都幫咗我好多。咁我喺度咧真係好多謝弟兄姊妹好需要你哋嘅祈禱，也願神即係大大嘅賜福俾大家。OK， 咁我哋聚會到呢一度，咁我哋咧陣間落到2樓咧，彼此嘅問安。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臉光照你，慈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阿門，阿門，阿門。願耶和華賜福給你。